咱个友邦秘鲁今仔选总统，中国嘛趁这个时机想要逼秘鲁甲咱台湾断交。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讲，咱嘛有强化甲秘鲁的关系。有学者嘛指出讲，秘鲁总统大选的结果，唔但影响到咱国甲秘鲁的邦交，嘛影响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。咱国重要的友邦巴老总统大选初五起果，甲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举行，受到国际的关注。中国嘛是顶目在注意，想要甲巴老友到公平，表示外交关系转向。伊用两面手法一直透过网络攻击、抵制旅游，大大影响到巴老的观光经济。搁伫大选的前一天，施压巴老，话声讲爱会晓看局势再进退。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，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会加强跟国友的关系，有再加强哦，谢谢。外交部高度关注巴老的大选，现任的总统惠恕仁立场较亲台，坦白讲巴老面对中国的压力，中国也当咧暗算台湾。也那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雷蒙解说立场较亲中，因为巴老是美国太平洋重要的盟邦。学者分析讲，这场大选的结果唔但牵动台湾、巴老的邦交关系，也影响到美国印太的战略部署。我们是实务，所以坚持价值为本、互利互惠的外交关系。中国一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予以共同谴责。如果说其中的这个总统上台了，那可能北京的机会就比较大。可是呢，这里面不要忘了，还要看看美国要花多大的力气来加以阻挡。巴拉圭国会甲参议院议长努涅斯，翁仔某是带跨党派的访问团访问台湾。总统赖清德初五亲身接见，致辞感谢巴拉圭的议员针对中国军演声援台湾，也感谢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伫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。我们期盼卢内斯参议长以及各位贵宾可以持续支持台湾，共同对抗威权扩张，守护共享的价值。Santiago Peña, de que tiene a Paraguay no solamente a un amigo, sino a un socio con el cual vamos a seguir caminando nuevamente para construir más prosperidad para nuestro país. 面对中国亚关区域局势紧张，努涅斯强调讲，这座访问台湾的行程，目的是重新强调巴拉圭甲台湾67年的历史友情。兄弟政府无法度用金钱替换，老总统也希望巴拉圭继续挺台湾，做回对抗威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